参加将第二名平山中领导中100个3个参加人1个参加副人1个参加队员1个分到1个100个3个参加人1个参加副人1个参加队员1个刚开始将第二名平山中领导中100个3个分到1个100个3个。请美容师杯领导中，分到中。讲师好。讲师好。早安，请坐下。时间得过10点，七月份，有，是。明仔载内，人讲，年纪中秋尾去半，成去拜三。一年若到8月份，中秋节来，今年差不多要了吼。所以，人讲公演有是一寡研究，咱你着来了后，大家拢研究，着试验。这研究这是咱爱真正脚踏实地，咱外表讲咧实验，内心拢无去，着有才讲咱咧得道，即摆着大家普渡，咱伫人生事业当中，咱逐拢得来到遮一定爱认真来做，得过重点。你若无做，一日一日过。但是世界会当享受偌济，会当做偌济，会当食偌济，这你的福来了，时间来到，你袂当讲无转去，一定爱转去。所以咱来认真做，咱读到第6集，自然文主只有天下呀，不显无我，以之必。这叫做必之必，以之必。所以这种是孔子来讲，咱透过学道达到文主的境地，咱唔能讲我啥物会使做，我啥物会使做。拍爱咱真个讲，咱新一个人才，咱若要叫咱做上下礼，咱就要起来做；叫咱来讲道义，咱就起来讲；讲甲咱去讲经典，咱就爱讲。所以平常若要出去宣传，拢爱准备个2、3句。咱的堂主，咱的人才，讲今仔日需要讲啥个，咱就需要讲啥。安尼当适应着咱这道亲，会当接受。所以呢，文主只有天下有识啦，有目标，毋是的确我啥会当做，也嘛毋是讲的确我啥会当做。最重要就是讲爱有下着义理，只要下着义理，我拢会使去做。这种的宗旨，孔子说言君子，做任何事都不顾及意见，袂使有咱的意见。只要人需要咱做啥，咱就来做啥个。是依之事理，依是事理的判断的断证。咱要做啥物工作，一定要下有义理。所以依是事理的断证。凡事在依事刻好的时间，凡啥物代志呢？你会使做，甲袂使做这个时间，假使你的动机入断，小学哥一定会当分别是非甲善恶，
是以代志，以代志来做咱的原则，袂使讲马马虎虎，爱代志来做咱的原则。那不论任何问题，都可以迎刃而解。遇到什么问题，咱就亲像讲，即个点小相，迄个手抽起，我都能解决代志。所以其心行事，要以义为主下原则。所以呢，在这世间，伫咱学道修道过程中，咱了解一个真理了后，其心行事爱以义为主下原则。所以这讲义之必，是讲爱以义的主下原则。国风主义，以义为衡量天下事情之准则，标准。所以孔圣人呢，以义为衡量天下事情的标准，而非义绝对袂使做事。因为天下一切事情，本无可甲不可完全主观有事情，适用的合宜有法。天下这个代志，一切事，毋是讲会使甲袂使，会使甲袂使呢，要完全主观的事情，适合适用的合，宜甲好，所以本将之义之有必，这提示咱，提示了可无不可的标准，无善啊，无恶啊，正符主汉中的无必无我，民主篇的无可无不可的用意。因为孔子呢，最无欢喜无事过节、故意的人啊。孔圣人呢，伊最无欢喜讲有个代志，要顾全坚持伊的意见，就的确安怎的人啊？圣人伊就是这个标准。而儒者行事之最高的准则，儒者的行事最高的准则。在有通权儒书安怎做，大适合。所以呢，后来明主推崇孔子为圣之使者。这是明主一篇。孔子讲，明主讲，孔子呢是圣之使者。该有学圣人对时代的这个。对时代行事的人啊，因为孔子呢可以书即书，可以治即治。孔子呢是人讲，要来做官就来做官，要来填官就来填官。真像伊伫鲁国做甲司法官的时阵，结果进医院规范做收拾了后，鲁军三日不调。孔子就是无法度采的，就老公，可以死就死，可以治就治，可以救就救，可以送就送，会使做好事就做好事，会使赶紧走就赶紧走，能做到为义是种，会当做到讲有合的这个义来做，咱是人对兄姊妹也是安尼，袂使坚持咱的意见，袂使坚持咱的意见。无想的人会使做，嘛无想的袂当做。一切爱以义为原则，安尼才是咱许多人到今仔日这段期间，咱做嘅工作，选择有选择的原则，袂使无选择，无选择变一个糊涂，嘛变成一个小人。伊嘛无法度通，要回归咱的本来，无法度，要知。此外，君子怀德，小人怀朴；君子怀仁，小人怀愚。孔圣人讲啊，
君主的心怀，伊的怀抱，伊的心怀内面，拢是德啊。小人呢，就是小人，伊所有的心中所记载拢是利益，拢是利益。较早土地就是伊的财产，拢是用土地我甲伊利益。无离开这个利益，伊有利益，伊啥物工作就要去做；伊若无利益，伊就袂做。君主怀疑的，君主甲伊囝就讲家做了毋对，是袂宪法做了毋对。小人怀疑，小人呢，伊会讲我搭咧做，会当得到偌济利益，会当得到偌济利益。我安做，会当偌济人学乐。这是小人的心怀啊，一种是君主天策，孔子天策君主甲小人的最大的分了。按说这个君主甲小人最大的不相所在的这个情形，是君主之心所怀，公平正大。咱今仔日咧修炼是来讲。咱要讲成圣成贤，毋是遐简单。除了咱就讲看圣人安怎做，咱就照圣人安怎做。咱若无度，教圣人安怎做，安尼要转去，我相当困难。所以实在讲，咱就我到一个君主，就足欢喜啦。所以君主之心所怀是公平正大，咱心会使有秘密。所以过去这个前言者来讲，念念可可天，事事可可人。咱无咱私人的秘密，无讲啥物代志袂使讲。咱将代志讲起来，就交代讲，你嘛我袂出去甲我讲。安尼表示你这个代志无公平正大，你这个代志有私人的秘密，你这个代志有违背良心做出来，所以呢，君主的心所怀念的是，所包怀的是公平而正大；小人所怀的是卑鄙不义。那么小人的心就是卑鄙，小人的心就是卑鄙，不敬的所在。所以小人的心呢，伊所需要的，就是讲拢做个足下贱的，身体足无清气的。当今大道普渡，简言辅道戒行。今仔日大道的普渡，咱的前言者辅道戒行，就讲咱的。点文书，咱福建人呢，咱这做人才，伫咱台湾漂漂去到大陆，去到泰国，去到对一国去伫福建道排这道去戒行，毋是要去遐趁钱的，毋是要去遐趁钱的，所以呢，拢是念念不忘直接的政治，希望要讲。因遐个人，有哪会人来重视这个道德？这个直接咱政治，尊其固有之先，因来遮受气运所苦，不欲甲咱蒙蔽了后，咱自身的本体，是着这物件来看，甲拢学，咱要甲洗好清气倒转来，回来本来面目。所以咱要遵其固有的固有之先，人之初性本性，要互伊存这本来的性，就是怀德所谓心所包含的就是德，就是德业，要互因过当会倒转德业。常以道德整治社会之乱源，常以用这个道德来整治这个社会乱源。敢若这个道德，我就能整理这个社会乱源尔。离开这个道德以外，
这个社会就完全对无法度通整治。所以咱兄弟姊妹，咱的前言者辅导去解释，出去列国伫咧行，目的就是要用这个道德来整治社会的这轮廓，念念不忘，戒律之遵守。所以呢，伊的信念拢有叫袂去做，爱守一个戒律。所以咱求道了后，咱有咱道中的道规，这个咱每一个人拢爱遵守，袂使无遵守。若无遵守呢，求道就无路用。所以呢，咱爱念念不忘戒律的遵守，来遵守，就是怀言。恐惊叫做毋对以后，受到上天的谴责，受到社会人士甲咱讲、甲咱批评，安咱求道、学道的素质前头就袂会。小人以武力打地盘无利，小人就无相像啦，伊就无相像。所以念念不忘基础的安乐，伊拢想讲我看赚较济钱，赚较济钱，也会当较享受的安尼。就到遮，咱伫遐坐讲，真大陆受到美国的即个商业的即个牵制，本来一间厝外是种一间厝，咱敢跑到偌济？世间毋免甲想遐济啦，有份人才身体健康是较重要。身体若无健康，你存较济钱嘛无路用啊。你共看王永庆存的钱，中原的企业存的钱，究竟可能到后代拢是安尼伫咧钱，因家族伫咧乱命，到时阵会。所以人讲真机不忘，真事不忘，何事之事，也要看。社会安尼，咱的后代安尼，咱的后代若无继承这修道，咱的后代完啥？伊放足侪财产互伊，后日家己姊妹带种尔，无得着啥。所以第一都有不能食，身体健康，也会当心内的道理来为道来牺牲哦，这个上重要。所以呢，因这念念不忘，基础安乐，就是怀土。以利益来交结，政治投资，你要看，即卖搁咧选举啊，大家嘛拢以利益咧交结，以政治咧投资，所以念念不忘，是非之人。所以因记忆中拢无去互抛弃，因明知拢有私利，是非私义的，就是怀疑。因德甲行是公律，因德甲行，这是上上的公律。咱君子所行所受之法则，德甲行是咱君子呢，所行所受的一个法则。而土甲灰是私事，土甲灰这是私人的代志，也小人之终身所无之私意啊，嘛是小人世人咧争取的，咧争取的私意啊。君子小人之分际，就在有公私之间。所以呢，毋免甲想遐济。小人呢，你若土甲灰是咱私事。嘛是小人的终身所无之事业，所以互人变阮生存。但是讲某人，你去个人讲趁足个钱无？无有啦，趁食饭啦，趁食饭啦，嘛是安尼过，嘛是一日，咱过一日我嘛是过一日啦，有人过一日我过2日也无可能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若想安尼。咱一定要怀着，一定
咱怀土啊怀水，那么安尼，咱就是消息。咱较要做消息，咱才来甲主导来学过啊，来塑身，来参考，所以咱来是讲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虑。讲是安尼讲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虑。咱若人有远虑，必无近虑。你若上歹呢？想讲后即心即口气来，哦，你要做啥？哦，你若想要遮去，你就有烦恼；你若无想要遮去，你就烦恼啊。人无人继续要学老子，无人继续要学土地，人定期的准偌济，想啥个？什么路用无？学土地好啊，学老子好啊，伊总无讲。因到即间啊，明仔载到迄间，后日搁到迄间。所以咱来想办，咱若做这个比较，咱就想讲，一直过就好啦，有饭通食，就身体健康，迄一个人是会晓讲，我若讲因倒会当倒落困，明仔载爬起，我就感谢神，对，以上我上对。安尼上实在，莫讲想讲要存偌济钱，想讲要存几块老子，有啥事？真先来这世间，你着爱想，来这世间就较想。人叫笑较早笑款势话讲，早出事无半项，死双手嘛共款，踮在像世间那里嘛，死江山两败。咱自慢。一定听。你啥物事？你遐做咧？毋通趁赚的钱拢交互迄无熟悉人咧趁。我讲你钱趁赚拢交无熟悉人开。讲头无熟悉人来开我钱，拢有咯。恁后生恁查某囝较早毋莫甲你有熟悉呢。我甲上好命，所以咱家己爱靠小人，趁来开。开，对，早起晒，就。